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花谢落土，世间的虚花，亲像花的一般，会开会谢，花谢落土，出在人达。世间的繁华，亲像花一般，有开有谢，花谢落土，犹在人达。世间的荣华，亲像花一般，随开随谢，花谢落土，随在人达。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31集，欣赏的是嘉义的萧定春老师所带来《花谢落土》。先入去，咱来邀请萧老师为大家来讲解这首诗的含义，也有台语文的用字。繁华甲荣华，我的意思伫遮要特别表示程度无共。都市真繁华，这个世代还是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真荣华。繁华不一定荣华，来看迄个真繁华的都市，会使讲都市真繁华，可能无人讲都市真荣华，所以这荣华甲繁华的程度无啥共。世间的荣华亲像花一般，随开随谢，程度三种。第一段是咧讲会开会谢，第二段是咧讲有开有谢。第三段是咧讲随开随谢，另外有一种感叹，有开有谢，时间可能足长，但是随开随谢是一万年都无去啊。花谢落土，随在人达。花谢落土是一种自然律，有一种感叹，嘛有一寡可惜。我较无爱车花。就是讲，我较爱安尼真自然的生活，因为在我看，迄车花1万年就过，袂久长。较实在的物啊，颠倒当足久，所以我才有这个感想。这也是同款维持我写诗的一贯的方向。这首诗我运用无共的词。同一个意思，不同的用法，手路来写。咱知影语言的历史愈久，当义词愈多。当义词愈多，你要写会愈好写。咱有当时就感觉台语咱较讲就拢讲迄句，像讲台湾人随在人吞达。好，这个随在偌济讲法，台湾人。出在人吞达，台湾人悠在人吞达，台湾人久在人吞达。这拢是同款意思呢。你这会当变化。我用这个诗的手路来咧讲这个变化。第一，拢是世间的虚华；第二，繁华，第三荣华。花，即摆有一个词大家拢已经无爱讲啊。我足早以前听到的是讲中华民国，毋是中华民国。迄个花字，前几仔我听到的汉华先讲的，就是花中华民国，毋是中华民国。所以讲，这个花会当读华，会当读花。
伊本来即字，那对文字学来讲，伊就甲花共款，伊是花啦，就是花。本来花从照去做花遐水，遐那繁华，遐那荣华。本来花束无多，就搁做一字形声字，下骹变一字画，做谐音的符号，即个叫做代表花，就是花。迄个将本来迄个花，就去用对边去啊，咱台湾人的土甲土分足清楚。那你向骂讲你这人土，会足怨叹。你这人土，迄著我的本性。无要紧，佫会忍受尽。我就安尼啦，无你安怎？但是你土，系啊，惨啊！迄个土是土地 ，earth， 英语讲做土地、大地啦，土是soil，像讲土落会起来，土落袂起来，土是掉地的，所以土地土，华语讲土，咱讲的土，华语是讲土，生灵涂炭，迄个土，落土甲落土无共，落土时82命，看时间落土。世间的鱼花，亲像花一般，会开会谢，花谢落土，出在人打。咱今仔日欣赏的这首萧鼎春老师所带来《花谢落土》，有非常深的含义。继续，咱来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对这首诗的感受。萧鼎川伊这首这个花谢落土这嘛是因像萧老师因这类的伫咧研究这台语文的人因会感觉讲透过这个写作，会使将真丰富的台语词会使原来甲表现出来，互人除了有文学的水以外，佫有这个语类语汇这个语类的丰富，伫这个所在原来听去学着，我感觉这嘛是因的一种功能就对了总讲一句不管是游在水在出在人去甲打是一个动作，迄个动作当然是吞打的意思。你若按这个动作来甲看的时候，讲哇，一世人的这种的荣华富贵到尾啥，嘛是用人的骹去甲吞打，迄意义伫什么所在？敢若无意义安尼。所以你毋通感觉足坚持讲人世间所有在上好的物件最后都是遐尼好。实际上，迄是伫人的骹底下内面，伫遐咧甲吞打的，无意义。这是伊这首诗的时阵，第一个伊要表现的一个，敢若讲透过这个动作，互你感觉讲世间上无遐尼值得咱遐尼保守的物件啦。世间的鱼花，亲像花一般，会开会谢，花谢落土，出在人大。世间的繁华，亲像花一般，有开有谢，花谢落土，犹在人大。世间的荣华，亲像花一般，随开随谢，花谢落土，随在人大。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鼎春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分享心情感受，洪昭文吟诗，
专门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